推動澳門動漫文化創意產業發展。有團體舉辦論壇，期望搭建亞太地區動漫 IP 交流平台，推動國際 IP 加本地 IP 聯成合作。漫畫從業員協會舉辦亞太區插畫及動漫論壇，邀請內地、港澳等業界人士透過主題演講、經驗分享等，為亞太區動漫文創產業搭建交流平台。會長黃天俊表示，政府一直致力推動多元產業發展，而近年本澳同多個國際動漫 IP 合作發展社區經濟。佢期望本地動漫 IP 亦有機會參與其中，從而增加國際知名度同影響力。咁我希望咧，未來咧政府咧，假如即係發展社區經濟嘅同時，亦都有空間可以俾澳門嘅 IP 有一席之地。對於遊客嚟講，除咗係海外嘅 IP 之外，本地嘅 IP 亦都係有佢嘅吸引力。最重要嘅一樣嘢咧，有機會嘅話可以 cross over 咯，即係除咗係一個譬如我哋同一個某個國際 IP 合作，咁而國際 IP cross over 本地嘅 IP。兩個聯成呢，就可以更加有一個號召力，都係互相吸引 fans 咯。佢又表示，本澳市場細，業界應該善用豐富嘅旅客資源，積極開拓內地等廣大市場。佢期望政府加大扶持力度，帶領本地原創 IP 參與內地同海外文博會等，並搭建更具成效嘅展示平台，助力本地 IP 走出去。澳廣視記者黃珊報道。